韓國嘅人氣女團 aespa 陷入輿論風暴。中國成員寧寧因為一張2022年上傳嘅原爆蘑菇雲造型燈舊相，遭到日本網友發起大規模連署抵制，要求 NHK 撤換 aespa 喺第76屆紅白歌唱大賽嘅表演資格。爭議係因為寧寧當年發文話：我買咗盞好可愛嘅燈，你覺得好冇睇？但呢個燈嘅造型模擬咗二戰期間廣島長崎原爆嘅蘑菇雲，令人質疑佢缺乏歷史敏感度。呢幾日中日關係因為台海問題變得緊張，呢張舊相又被揾翻出嚟，喺請願網站上發起嘅連署迅速發酵，已經有超過5萬人響應。網友都話呢個行為係輕視歷史悲劇，要求 NHK 尊重原爆受害者嘅感情。社交平台 X 上面都有日本網友嘅抗議聲音，關鍵字 aespa 紅白出場停止登上熱搜榜首。不過亦有啲人認為娛樂唔應該變成政治戰場，呼籲回歸表演本質。截至18日 NHK 仲未回應呢個爭議。aespa 原本參加紅白被視為進軍日本市場重要嘅一步，而家可唔可以如期登台，全球粉絲都好關注。對於呢件事，你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下。